全新裝修，鄰近炮台山地鐵站，社區上嘅配套成熟，再加上單位實用性同靈活性都咁強，而且我哋由呢度只需要過一個馬路就到去到炮台山地鐵站。我哋今日嚟到民眾大廈，由景觀望返出去，再望返附近城市景，望落下邊就係地鐵站嘅入口，實用801尺，下範圍開積亦都相對方正。亦都好容易咁方便返大型家私嘅靈活擺位，而大門口嘅旁邊就係浴室。同業主溝通過，業主話佢係用咗80萬嚟裝修，重新打造返呢個單位。而第一間房可以睇到，可以有一個唔錯嘅靈活空間。而呢間房相對方正一啲。而門嘅後邊可以安放返衣櫃，而景觀主要都望返英皇道。由於民眾大廈位置於配套成熟、交通方面嘅炮台山，所以會提供到生活上嘅便利。最後就嚟到廚房嘅部分，係一個單排嘅設計。亦都預留咗空間擺個高身嘅雪櫃，而廚具係採用明火嘅煮食，而廚房嘅延伸就係多功能嘅空間，再加上個獨立洗手間。